就邀請咗博愛醫院藥劑部住院藥劑師梁燕薇藥劑師咧，為我哋會講解腸胃潰瘍嘅預防同埋治療嘅。咁一陣間咧，我哋都會提供翻筆記俾大家啦。而一陣間發問嘅時間有3個方法嘅，大家都可以咧歡迎舉手開咪發問啦，用 Zoom 嘅留言板，又或者直接打我哋電話35135310，同我哋同事講得你嘅問題咧，咁我哋就會向阿梁藥劑師去發問㗎啦。咁事不宜遲啦，同事交俾你啦，梁藥劑師，唔該晒你。唔該晒黃姑娘。好你哋好啊！我係博愛醫院住院藥劑師梁燕薇。係啦，咁今日咧呢個講座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腸胃潰瘍呢一個疾病嘅。冇問題，睇到嘅，唔該你。好，咁咧腸胃潰瘍咧，其實喺香港咧就好常見啦。喺香港裏面成年人裏面大概有10%至到15%嘅人都曾經有腸胃潰瘍。咁今日呢個講座咧，就想俾大家認識多啲呢個疾病，了解佢嘅成因、預防方法同埋一啲用藥治療上面要注意嘅嘢嘅。咁首先咩係腸胃潰瘍咧？咁我哋先要了解一下我哋嘅消化道先。咁我哋個胃咧會產生胃酸去幫助我哋消化食物同埋殺滅食物裡面嘅細菌。咁而消化道嘅內部咧有一層黏膜細胞，咁個黏膜細胞會分泌一啲黏液去形成個保護層，去避免我哋嘅消化道受到呢啲胃酸嘅侵蝕。咁喺正常情況之下咧，呢個黏膜保護層咧係可以提供到足夠嘅保護嘅。但係如果我哋胃酸分泌過多，又或者係黏膜層嘅個保護嘅抵禦能力下降嘅話咧，咁個胃酸咧就會侵蝕咗消化道嘅內壁，咁就會出現咗潰瘍啦。咁啊，腸胃潰瘍咧，咁醫學上面又叫做消化性潰瘍啦。咁如果嗰個潰瘍係發生喺個胃嗰度咧，就叫做胃潰瘍。如果發生喺一個緊接胃出口小腸開頭嘅部分咧，就叫做十二指腸潰瘍。咁胃潰瘍同埋十二指腸潰瘍，除咗佢潰瘍嘅地方唔同之外啦，咁佢哋都仲有其他嘢唔同嘅。咁啊，講咗胃潰瘍先。咁啊，胃潰瘍嘅患者咧，多數就會喺啲年紀比較大啦，通常就60歲以上，都比較多發生喺女性身上面嘅。咁啊，主要痛嘅時候咧，就主要係進食之後半個鐘頭至1個鐘頭，就會開始出現啲唔舒服嘅。咁如果進食嘅話咧，有機會會加倍咗嗰個痛楚嘅。咁啊，另外常見就可能會有啲作嘔、作悶、食慾不振，跟住胃脹咁嘅症狀啦。咁有少部分嘅患者咧都會有一啲出血嘅。咁如果有出血嘅話咧，咁啊佢哋可能會吸到啲血出嚟啊，或者屙到啲黑色嘅大便。咁相比起胃潰瘍咧，咁十二指腸潰瘍咧，其實就係一種比較常見嘅，同埋嗰個患者都比較年輕，就通常發生喺30至到50歲之間啦。咁啊，十二指腸潰瘍嘅痛咧，佢大多數就會喺空肚嘅時候發生嘅。咁啊，特別咧就喺深夜嘅時候更加容易發作。咁如果一旦進食啊，或者服用一啲制酸劑咧，咁啊佢短暫嘅時候可以緩解到呢啲痛楚，但係喺食完嘢之後2至5個鐘頭，就可能會痛楚會再加劇嘅。咁啊，消化性潰瘍有啲人咧係會冇乜症狀嘅，咁啊，但係如果有症狀嘅話，通常最典型嘅症狀就係會腹痛啦。咁呢個腹痛係講緊上腹，即係胸骨到肚臍中間任何位置，就會覺得有啲痛楚，灼痛、揦住痛。咁其餘嘅症狀咧，又包括有啲消化不良嘅感覺啊，胃灼熱。作嘔、作悶、食慾不振等等。消化性潰瘍，如果我哋治療咧，可能會出現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啦，譬如係出血、胃穿窿同埋幽門阻塞。咁出血咧就講緊當嗰個潰瘍加深嘅時候，就會破壞咗嗰個胃壁底部嘅血管，咁就會引致出血。咁啊，驗血報告可能會睇到我哋有貧血啦。
咁如果患者有大量出血嘅話，可能會嘔咗啲咖啡色嘅嘔吐物出嚟啊，或者大便咧會有黑色，好似芝麻糊咁樣。咁如果嚴重出血嘅話咧，就可能生命危險添。咁喺穿窿嗰度咧，胃穿孔咧就係講緊，如果個潰瘍冇得到適當嘅治療啦，咁就可能會個潰瘍就會不斷向深層進展，最後就會造成穿窿。咁腸胃裡面嘅嘢可能會走咗入個腹腔嗰度，咁啊可能導致腹膜炎啦，咁亦都會破壞咗鄰近嘅器官組織。咁到時咧就要做一啲緊急嘅手術去治療㗎啦。咁腸胃穿孔嘅症狀就包括咗上腹部會突然之間劇痛啦、腹部肌肉變硬等等嘅。咁最後嘅併發症就可以引致幽門阻塞啦。幽門咧其實就講緊係胃部連接十二指腸嗰個出口就叫做幽門。咁十二指腸潰瘍再愈合咧，即係反覆咁樣潰瘍愈合咧，就會形成啲疤痕組織啦，令到呢個幽門嘅通道就會變窄，咁都會令到啲食物咧就比較難由個胃走去鐵腸嗰度。咁患者食完嘢之後就可能會有啲作嘔、作悶、胃脹嘅感覺。長期幽門阻塞咧就會可能引致營養不良啊、體重下降。以下呢一啲咧就係一啲比較嚴重嘅症狀啦。如果有呢啲症狀嘅話，就代表可能已經有內出血，咁係一啲有警號嘅症狀嚟嘅。咁所以如果發生呢啲症狀嘅話咧，就要即刻睇醫生。就包括嘔吐物有血啊，或者嘔咗好似啲咖啡渣咁嘅嘢出嚟啦。咁大便黑色，體重有啲唔尋常，唔知咩原因下降咗好多。跟住吞嚥困難或者持續嘅腹痛啊、嘔吐呢啲情況咧，都需要睇醫生，咁啊等醫生再幫你做進一步嘅檢查嘅。咁喺腸胃潰瘍嘅檢查同診斷嗰度咧，咁醫生首先就會問症啦，同埋幫你做啲身體檢查。咁佢會問你關於你啲胃痛啊、消化不良、胃潰瘍等等相關嘅症狀，咁啊幫你做啲身體檢查，譬如你撳下個肚啊咁樣。咁另外咧，胃鏡檢查咧就係一般胃病最常用嘅檢查方法嚟嘅。咁就醫生會用個胃鏡經過個食道進入個胃腔，咁呢個檢查咧就可以直接觀察到個胃黏膜嘅情況啦，揾到潰瘍嘅位置、大細，有冇出血、有冇腫瘤出現等等。咁有需要嘅話，咁醫生就可以用一個特製嘅鉗去抽一啲胃黏膜組織去做檢查化驗，咁去診斷有冇幽門螺旋菌感染啊，或者癌變等等嘅。咁另一種檢查咧就係X 光嘅造影啦。咁病人就會吞咗一種叫做鋇劑嘅物體。咁因為呢個鋇嘅元素咧就唔易透過 X 光嘅，咁所以喺 X 光嗰度咧就可以睇到胃嘅影像啦，從而揾到啲潰瘍嘅位置。另外醫生可能會幫你做啲血液檢查啦，去確定有冇幽門菌感染或者係其他嘅病因。血液檢查咧都可以測到啲血紅蛋白啊或者其他指標，咁就評估下有冇血或者係其他啲代謝嘅異常。咁最後咧就係幽門菌檢測啦，咁我可以進行啲血液啊、呼氣測試、血液測試去檢測有冇幽門菌感染嘅。造成腸胃潰瘍咧，最主要咧其實就係有兩大個成因。咁第一就係受到幽門菌嘅慢性感染，第二就係長期用一啲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頭先講咗幽門螺旋菌感染先，咁其實咧幽門螺旋菌咧係可以90%嘅十二指腸潰瘍同埋超過70%嘅胃潰瘍咧都係同幽門螺旋菌感染有關嘅。研究顯示咧，就全球咧有44億人都受到幽門螺旋菌感染。喺亞洲地區，包括香港嘅感染率咧就去到55%，即係話咧每2個人就有1個人有感染到呢個幽門咁噶。幽門螺旋菌係咩嚟嘅咧？咁佢係一種係可以喺胃酸裡面都存活到嘅細菌。
咁佢就會寄生喺個胃部啦、二指腸嗰度。咁寄生喺胃部嘅嗰個黏液細胞裡面。咁佢會穿過呢一種菌咧，佢會釋出一啲中和胃酸嘅物質，咁啊降低個胃酸嘅酸度，咁佢就可以喺度存活啦。咁同埋咧，佢都會刺激個胃黏膜，就引起啲胃痛啊，甚至胃潰瘍啊、十二指腸潰瘍等等嘅症狀。咁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咁佢就會由潰瘍啊慢慢演變，甚至去到胃癌。咁所以呢個幽門菌咧，其實佢都係屬於第一級致癌。咁啊，感染幽門螺旋菌嘅患者初期其實可以冇任何症狀嘅，不過潛伏期咧可以去到好多年都唔容易被人發覺。咁但係如果佢慢慢引致啲慢性胃炎嘅話，咁有啲患者咧就會開始感覺到即係肚脹啊、胃氣多啊、食慾不振等等。咁啊，繼續嚴重落去嘅話，就有10%至15%嘅病人啦，可能出現啲胃潰瘍啊、出血嘅症狀。咁點樣診斷有呢個幽門螺旋菌感染咧？咁啊，首先就有尿素呼氣測試啦。咁病人喺飲咗啲服用咗啲藥丸或者藥水之後，咁如果你個胃個裡面係有呢一隻細菌嘅話，咁佢嗰個尿酸酵素就會同藥物產生啲化學作用，咁你呼出嚟嘅氣體咧就可以檢測到有冇呢一隻細菌啦。咁另外可以做一啲糞便嘅抗原測試啦。咁啊呢個糞便嘅抗原測試個準確度都高嘅，咁但係就要喺檢測前2個星期啦，就服咗啲抗生素同制酸劑等等嘅治療，去以免影響嗰個檢測結果嘅。咁然後就可以做啲血清測試啦，檢查血液裡面有冇幽門螺旋菌嘅抗體，同埋內窺鏡檢查，去抽啲胃部組織化驗同埋做細菌培植。咁咧醫生都可以透過個內窺鏡檢查，估翻個胃部黏膜有冇受到破壞，有冇啲前病變。咁啊，而家暫時咧就冇好明確就嘅研究就指出幽門螺旋菌到底係點樣傳播啦。咁不過即係專家都估計幽門螺旋菌咧主要係經糞口傳播，意思即係接觸咗一啲受污染嘅食物啊、食水，同埋啲帶菌者嘅口水、嘔吐物、食物等等。咁另外咧，幽門螺旋菌喺住嘅屋企人之間都比較容易傳染嘅。咁因為同住屋企人咧就有長時間嘅緊密接觸啊，或者啲共用餐具啊等等，咁呢啲都會容易增加受感染嘅風險。咁要預防幽門螺旋菌感染嘅方法咧，就主要包括以下幾點啦。就首先要注意食品衛生，就唔好食一啲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尤其係啲肉啊、蛋啊、海鮮等等呢啲比較容易受到污染嘅食物。另外就注意個人衛生啦，勤洗手，特別喺食嘢之前掂啲加速或者係接觸啲患者嘅情況之下，咁更加要留意。咁另外就避免食一啲唔新鮮嘅食品啦，特別係啲乳製品等等容易變質嘅食品。咁另外啦，避免過度飲酒同埋吸煙，因為呢啲行為咧都會影響個腸胃嘅健康，咁啊增加感染幽門菌嘅風險嘅。另外啦，都可以注意保持身體嘅免疫力啦，適當嘅運動同健康嘅飲食習慣都可以增強身體免疫力，去減低感染幽門螺旋菌嘅風險嘅。咁如果係真係胃部有唔舒服，例如係腹痛、腹脹、嘔心、嘔吐嘅話咧，咁呢啲都應該及時去到醫院嗰度接受相關嘅檢查啦同治療啦，去避免情況惡化，咁亦都即係避免互相感染咁樣。咁所以咧就保持良好嘅個人衛生同埋飲食習慣，避免一啲唔好嘅行為同飲食習慣咧，就可以有效咁樣預防幽門菌感染㗎。咁而
腸胃潰瘍嘅第二個大成因咧，就係服用啲藥物引致嘅。咁特別就係一啲非類固醇嘅消炎藥。咁非類固醇消炎藥咧，就係一啲用嚟治療痛症嘅常用藥物啦。咁啊可以用喺各種嘅關節炎啊、肌腱炎啊等等。咁佢有鎮痛同埋消炎嘅作用嘅。咁但係咧，長期使用呢啲非類固醇消炎藥咧，就可能會導致腸胃潰瘍。咁大約有1成半至到3成長期食呢類藥物嘅患者咧，係會出現胃潰瘍或者十二指腸潰瘍。咁長期食呢啲藥比起冇食呢類藥物嘅人，出現胃出血啊、胃穿窿等嘅併發症咧，都高大約4倍嘅。咁當中就1%至2%嘅長期食消炎藥嘅人咧，就會喺服藥之後1年內出現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咁首先咩藥物係屬於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咧？咁啊，當中就包括咗阿司匹靈啊、布洛芬啊等等嘅。咁佢係即係點解會引起消化性潰瘍咧？咁因為呢啲非類固醇消炎藥咧，佢會佢除咗就刺激個胃黏膜之餘，咁佢都會抑制一個叫做環氧合酶啦。咁從而咧就減少分泌一啲令到你會發炎痛楚嘅前列腺素。咁同時咧，佢都會減少分泌呢啲具有胃黏膜保護作用嘅前列腺素嘅。咁所以佢有抗炎嘅效果嘅同時啦，咁呢類藥物咧都會引起一啲腸胃嘅不良副作用。咁邊啲人係高危人，容易會有腸胃潰瘍咧？咁包括係一啲年紀大嘅患者啦，超過65歲，佢食緊一啲佢之前有胃潰瘍、胃出血嘅病歷啦，或者佢而家食緊啲高劑量嘅消炎止痛藥，食緊多種嘅消炎止痛藥同阿司匹靈，同埋同時都有食緊其他藥物，例如係類固醇啊、薄血丸等等。咁呢啲都有機會即係增加胃出血嘅風險嘅。咁另外啦，吸煙同飲酒都會增加風險。如果係因為食咗長期服用呢啲類固醇消炎止痛藥而引起嘅胃潰瘍嘅話，咁個處理方法咧，盡可能就唔服有關嘅藥物啦。咁但係如果即係情況唔許可，一定要食嘅話，咁應該就採用一個叫做最低而有效嘅劑量，即係話足夠止痛就夠啦。咁唔好食得太過多。咁或者可以選用一啲副作用比較低嘅藥物啦，避免用多過一種消炎止痛藥嘅。咁另外咧，先講到呢種嘅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即係點解佢會引起嘅腸胃不適咧？咁係因為佢會抑制咗兩種嘅環氧合酶啦。咁呢兩誒咁如果係可以考慮改用一個叫做選擇性嘅環氧合酶嘅抑制劑，咁咧即係另外一類嘅非類固醇消炎藥啦。咁因為佢係一個選擇性啦，咁所以咧佢係對於腸胃嘅副作用咧係會比較低嘅。咁但係因為呢隻藥咧都有研究顯示，就話長期服用可能對啲心血管都有不良影響。咁所以咧呢啲藥都係需要醫生評估咗心血管風險之後先至可以用。咁最後咧就係可以加埋啲抑制胃酸分泌嘅藥，去幫助個潰瘍預防潰瘍。咁例子就譬如咁嘅例子咧，就陣間就會逐隻介紹。腸胃潰瘍嘅其他風險因素啦，就包括吸煙啊、飲酒呢啲不良嘅飲食習慣，譬如中意食一啲刺激性嘅食物啊，飲啲咖啡啊、茶啊等等。咁另外咧，壓力啦同焦慮都會即係有機會令到你個胃酸分泌過多，咁加劇咗個腸胃潰瘍會加劇咗惡化嘅。咁另外年齡啦，
大年紀啦，都會有機會即係容易啲有腸胃潰瘍。咁另外遺傳因素就係如果啲家族病史有胃出血嘅風險嘅話，咁相對有腸胃潰瘍嘅風險都會增加嘅。咁藥物治療個目標咧，咁我哋主要係有三大個目標啦。第一咧就係促進個潰瘍愈合嘅。咁對於係因為幽門螺旋菌感染而引起胃炎嘅患者嚟講，咁我哋就係想治療佢個幽門螺旋菌感染啦。咁第二就係舒緩一啲不適嘅症狀，第三就係防止腸潰瘍復發。咁啊，首先講咗幽門螺旋菌感染嘅治療先。咁幽門螺旋菌感染咧，咁啊醫生就會處方一個為期10到14日嘅療程啦。咁裏面咧會包含咗2至3種抗生素同埋1種嘅質子泵抑制劑。咁同時其他抗生素一樣啦，咁啊病人咧一定要根據指示去食晒成個療程。咁啊常用嘅抗生素就包括咗阿莫西林啦、克拉霉素等等。咁咧呢啲抗生素咧，咁有機會產生一啲輕微嘅副作用啦，包括你腸胃唔舒服啊、嘔心啊、肚痛、頭痛等等。咁不過咧食咗即係呢個停咗藥之後咧，咁呢啲副作用就會冇噶啦。咁如果係根據指示食晒成個療程嘅話，咁其實根除到幽門菌嘅機會咧係高達8到9成，只有大概1%好翻嘅病人咧會再次受到感染。咁呢個表格咧，咁就列咗4種比較常用嘅抗生素啦，咁同埋嗰啲常見嘅副作用。咁啊如果係食呢幾種抗生素嘅時候咧，咁啊都有啲要有啲注意事項嘅。咁譬如呢隻甲硝唑嘅抗生素嘅時候啦，咁應該避免去飲酒。意思即係食藥之後嘅24小時內都應該避免飲酒，因為甲硝唑呢隻藥咧，咁佢同酒精混合可能會導致一種好似戒酒反應咁嘅不良症狀啦，例如係面部潮紅啊、痛啊，甚至呼吸困難。咁啊，酒精都會影響呢隻藥嘅代謝，增加藥物嘅副作用，或者係降低藥效。咁所以咧，食呢隻藥咧就一定可以飲酒。咁另外又譬如係最後呢隻四環素啦，咁四環素呢隻藥咧就應該要同啲制酸劑、鈣或者鐵或者牛奶咧隔翻開最少2個鐘頭咁樣食，因為同即係牛奶啊、鈣啊嗰啲一齊食嘅話咧，會影響到呢隻抗生素嘅吸收，就會影響佢嘅藥效嘅。咁啊，去到治療嗰個胃腸胃潰瘍方面啦，咁啊首先有質子泵抑制劑，咁呢一隻藥咧就負責阻斷胃壁細胞裡面負責分泌酸嘅質子泵，咁佢就可以抑制胃酸製造，從而咧就幫助個傷口去愈合嘅。咁啊呢一隻質子泵抑制劑咧，佢抑制胃酸嘅效咧，其實都係比較。咩例子就包括即係 Pantoprazole 啦，呢一嘅呢啲嘅抑制胃酸嘅藥。咁呢啲藥咧，佢嗰個藥效時間因為都比較長嘅，咁所以咧一般咧1日食1次就夠㗎啦。咁如果質子泵抑制劑喺幽門菌嘅治療裡面咧，咁就需要每日2次。如果唔係嘅話，咁其餘時間其實1日1次就夠㗎。咁呢啲藥咧就可以咬碎、壓碎咁樣食啦，要食5分啦。咁建議咧喺食飯之前1個鐘頭，咁啊嗰個藥效會最好嘅。咁質子泵抑制劑嗰個副作用就有機會輕微增加腸道感染嘅風險。咁啊，其他嘅副作用有痛啊、肚痛啊、肚屙等等。咁啊佢會輕微增加腸道感染嘅風險咧，就因為頭先講到
我哋嗰個消化道裡面個酸嘅環境啦，咁佢嘅用途咧，其實即係除咗幫咗消化之外咧，就係可以殺到好多跟住食物嚟我哋消化道嘅細菌。咁如果係即係長期服用呢啲抑制胃酸嘅藥，咁啊有機會即係減低咗嗰個消化道裡面嘅酸性，咁所以就即係會容易有細菌感染。第二隻抑制胃酸嘅藥啦，就係一啲組織胺二型受體對抗劑。咁組織胺咧係由身體製造啦，去刺激胃酸分泌嘅一種蛋白質嚟嘅。咁所以阻斷組織胺咧就可以抑制胃酸分泌，幫助啲潰瘍癒合噶啦。咁啊藥物個例子就例如係法莫替丁 famotidine 呢一隻藥。呢個口服藥咧就通常每日食1至2次。咁呢隻藥咧個食藥時間就即係空肚飽肚都冇所謂嘅。咁但係如果係如果有啲患者佢係夜晚瞓覺嘅時候，即係胃痛嘅情況特別嚴重嘅話咧，咁啊可以建議佢就每日臨瞓嘅時候食啦，咁啊效果就會好啲，咁啊同埋就可以令到佢即係瞓覺嘅時候咧就會胃痛。呢隻藥嘅副作用咧就少見嘅。咁啊第三款嘅第三款嘅藥咧就係一啲制酸劑啦。咁制酸劑咧佢係一啲藥鹼性嘅藥嚟嘅，咁佢就用嚟中和胃酸，佢就即係唔能夠抑制胃酸分泌嘅，佢係即係可以中和我哋胃裡面已經有嘅胃酸啦，咁就可以快速同短暫咁舒緩症狀。咁常見嘅例子係包括三矽酸鎂、氫氧化鋁、化鎂等等。呢啲制酸劑咧，通常就會係咀嚼片嘅形式，或者係啲藥水嘅形式。咀嚼片咧就記住一定要咬碎先食啦。咁要藥水嘅話咧，就搖勻先至飲。呢啲制酸劑咧就會喺飯後服用咧，係個效果會比較好嘅。咁另外啦，制酸劑因為佢會中和咗胃裡面嘅胃酸啦，咁所以佢有一啲其他藥物佢可能係需要依靠嗰個胃酸去吸收嘅，咁所以服用制酸劑嘅話咧，就有機會降低咗其他藥物嘅吸收。咁所以食咗制酸劑之後咧，應該即係最少隔2個鐘頭先至好食其他嘅藥。咁啊常見嘅副作用咧就如果啲藥裡面有含鋁鹽嘅話咧，就可能會引起便秘啦；而含鎂嘅話咧，就可能會引起腹瀉。咁所以其實而家市面上都會有啲鋁同鎂嘅一個組合嘅制酸劑啦，咁就去即係抵消翻呢個嘅副作用。咁另外咧，中和胃酸佢都會產生啲氣滯啦，咁所以就有機會患者食完之後可能會覺得有啲胃脹氣。咁啊有啲胃藥咧都加咗一隻叫做 simvastatin 嘅嘅一個成分啦，咁就可以化胃氣嘅。最後就係啲細胞嘅保護劑，咁譬如係 esoprost，咁呢隻藥咧係一個前列腺素嘅衍生物啦，佢就係幫助保護胃部同小腸嘅啲壁膜組織。咁佢個副作用就有機會有腹瀉啦，咁同食物一齊食嘅話咧，就可以減輕呢個副作用。咁另外咧，呢隻藥因為佢有機會引起子宮收縮啦，所以如果係計劃懷孕或者孕婦嘅話，都唔食得嘅。咁另外 sucralfate 呢一隻咧就係佢呢隻藥咧就會同蛋白質形成一個黏附嘅複合物啦，就可以覆蓋喺潰瘍嘅表面，就保護表面就免受嗰個胃酸嘅侵蝕，促進癒合嘅。咁呢隻藥咧都係會降低其他藥嘅吸收啦，所以就
唔應該同其他藥一齊食嘅，又係最少隔開2個鐘先至可以食係藥。咁佢副作用就有便秘啦、肚屙啦、作嘔啦、腸胃不適、口乾等嘅。咁最後就係、一啲叫做有 bismuth 嘅藥物。咁呢個啲藥物咧就可以形成一個冇用嘅保護層啦，就覆蓋喺嗰啲潰瘍嘅部位，咁又阻止胃酸對於嗰個潰瘍黏膜造成嘅刺激啦，咁又係可以即係促進傷口愈合嘅。咁呢類藥物咧，佢都有抗幽門螺旋菌嘅作用嘅，咁有機會醫生有機會會選用呢啲藥啦，同抗生素合用去殺滅個幽門螺旋菌嘅。咁副作用就有機會作嘔作悶啦，同埋食咗呢隻藥咧，大便咧就可能會變深色或者黑色。咁一樣啦。如果呢隻藥唔咗呢隻藥咧，咁個副作用就會消失。最後就喺預防腸胃潰瘍方面嘅生活模式方面都有啲建議俾大家啦。就譬如你少食多餐，定時進食，唔好食一啲過於刺激啊、辛辣或者油膩嘅食物，唔好飲酒，唔好食煙，唔好飲啲刺激性嘅飲料，例如係咖啡，避免同埋避免引起壓力啦。定期運動都可以幫助放鬆個心情嘅。好多謝晒你，係多謝晒 Crystal 你今日嘅分享啊！咁我哋就去到觀眾問題嘅環節啦，不如係啦，我哋較早前都收到一啲問題嘅，好啊，不如你開始啊！咁我哋答完呢啲問題之後咧，我哋就再落去留言板或者舉手發問問題咁樣啦。好啊，好啊。唔該晒。咁講咗開始之前都收到有一啲觀眾嘅問題啦。首先第一條就係問長期服用一啲止痛藥，例如係通過時會唔會造成腸胃潰瘍？如果會嘅話，又應該點樣保護腸胃咧？咁其實咧，通過時咧係一種先講到嘅一種選擇性嘅環氧合酶嘅抑制劑，咁所以佢相比起布洛芬、阿司匹林嗰種非選擇性嘅對非類固醇消炎咧，其實佢對腸胃道嘅傷害比較少嘅。但係雖然即係佢對於腸胃嘅刺激比較少啦，咁但係如果即係長時間高劑量咁樣食嘅話，都係有機會會都刺激個腸胃啦。咁所以如果要保護腸胃嘅話，就應該選用一個最低嘅有效劑量啦。咁同埋可以飽肚食藥去減低腸舒服。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配埋啲胃藥去食。好，唔該。有第二條問題啦，就有觀眾問，即係應該避免食邊一啲藥，避免食邊啲食物或者藥物先至可以減少腸胃潰瘍嘅風險。首先就唔應該未經醫生指示去服用藥物啦，例如係特別係嗰啲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啊、阿司匹林等等，都係等即係醫生評估你嘅情況之後先至即係開俾你。咁另外咧就食物方面咧，咁其實就冇會覺得食一啲刺激食啲辣嘅嘢食就會引致腸胃潰瘍。咁其實咧就食物咧就會直接引致潰瘍嘅。但係雖然係咁，但係都如果係啲良好嘅飲食習慣都可以即係預防潰瘍發生啊，或者係幫助佢愈合嘅。咁所以咧，都係建議大家應該即係規律咁樣食3餐，定時定量，慢慢食，即係慢慢咬、慢慢吞咁樣。咁同埋就避免煙啊、酒啊、咖啡等等嘅刺激性啦。咁同埋一啲唔容易消化嘅食物咧，就唔好食咁多。唔該晒。好，都有人問，長期服用即係胃藥 Coprazole
呢一隻藥會唔會有咩副作用咧？咁啊，呢一隻藥係一隻佢係一隻抑制胃酸分泌嘅藥啦。咁啊，首先就因為佢會抑制胃酸分泌，咁啊減低嗰個腸胃道嗰個酸實境，咁所以佢就有機會會令到容易咗有腸胃道感染，因為佢令到其他細菌都可以即係比較容易啲喺嗰度滋生。咁另外啦，有一啲嘅譬如鐵質啊、鎂啊、維生素 B12啊、鈣等等，咁其實佢哋就即係比較依賴喺胃酸嗰個環境去吸收嘅，咁所以長期服用呢啲藥咧，咁有機會就影響咗呢啲物質嘅吸收。咁如果缺乏維生素 B12同鐵，咁啊有機會會導致血壓貧血嘅話，咁個人可能會即係容易攰啊，冇乜食慾啊，頭暈啊等等。咁如果影響鎂吸收咧，就即係身體裏面唔夠鎂咧，咁啊容易會有抽筋啊、心律不正等等。咁影響鈣吸收嘅話，就你容易骨痛啊，引致骨質疏鬆。咁所以就不過呢一個係講緊其實即係可能長期幾個月或者係幾年咁樣食先至即係比較容易有呢啲副作用嘅。咁同埋即係復診嘅時候，其實都會有即係抽血檢查啦。咁啊，所以又唔需要話太擔心嘅。好，唔該晒。咁啊，除咗係啦，不良飲食習慣同埋藥物影響，咁啊壓力同埋捱夜會唔會引致腸胃潰瘍咧？咁啊頭先都講到，即係其實腸胃潰瘍佢個最主要嘅成因都係因為幽門螺旋菌感染啊，或者係啲長期服用啲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咁所以咧，即係壓力嚟嘅，佢就唔會直接導致腸胃潰瘍啦。但係如果多壓力嘅話，咁你有機會個身體會即係分泌，即係刺激你分泌多啲胃酸，咁啊即係有機會會誘發啦，增加胃潰瘍嘅風險，或者如果你本來係有胃潰瘍嘅話，咁就即係可能會即係難啲預。好啊，唔該你。咁啊，最後有問題就問一隻胃藥famotidine呢隻藥會唔會同咩藥或者食物相衝？咁啊，長期同其他藥一齊服用，可唔可以減少胃潰瘍嘅風險？咁啊，呢一隻胃藥咧，佢如果係藥物相衝嘅話，咁有啲藥係需要隔開嚟食嘅。咁啊，譬如係啲抗真菌藥咧，咁因為啲抗真菌藥咧就都係依賴個胃酸喺個胃嗰度解同埋吸收。咁 famotidine 抑制個胃酸嘅話咧，就有機會即係降低咗呢啲藥嘅療效。咁所以如果係你醫生處方咗呢啲藥俾你食嘅話，咁啊要最少2個鐘先至食翻。咁另外咧，啲癌症病人食緊啲標靶藥，譬如係佢 erlotinib 呢一隻藥，咁啊一樣啦，都係因為佢係酸性環境之下，個溶解同吸收都比較好嘅，咁所以呢樣就係要隔開嚟食啦。如果唔係就有機會會減低佢喺血液裡面嘅濃度，就影響嗰個呢隻即係抗癌藥嘅效果嘅。係。咁啊，即係大家會唔會仲有啲乜嘢想問咧？有啊，我哋一齊都睇下留言板啦。咁就可能 Crystal 拜託你睇下留言板嗰個問題，我哋睇下點樣答先，係由呢開始嘅第一條係啦。胃酸倒流會唔會引致胃潰瘍？咁啊，先我嗰個個簡報裡面就主要就集中咗喺胃潰瘍啦，同一個十二指腸潰瘍嗰度。咁其實咧食道呢一部分咧都係我哋嘅即係消化道嚟嘅，咁所以即係胃酸倒流咧係即係有機會會令到即係食道嗰度有潰瘍嘅。咁啊所以就即係雖然我今次呢度就冇即係講到胃酸倒流啦，咁不過其實誒
如果係即係處理胃酸倒流嘅話咧，咁嗰個藥其實都即係都即係有啲藥都係一樣嘅，即係譬如係啲制酸劑啊，你都可以可以幫你速效，即係快速咁樣短暫舒緩呢啲症狀。咁同埋如果胃酸倒流嘅話，咁有啲人係譬如佢瞓低嘅時候會容易啲有胃酸倒流，咁啊睇下會即係攝高啲個枕頭瞓啊，又或者係其實有一啲藥都即係容易會有胃酸倒流，咁即係譬如係一啲即係骨質疏鬆藥，咁所以咧食呢啲藥嘅時候咧就都有提醒啲病人，即係食完藥之後半個鐘都唔好瞓低，就即係避免啲即係容易會有食道潰瘍嘅風險。明白，好唔該你。咁另外係啦，仲有好幾條問題喺下面。咁啊，Kara 就問當初後生嘅時候食太多止痛藥，食到十二指腸潰瘍、胃酸倒流，有咩消炎止痛藥係冇乜傷？咁啊，其實就其實我哋嗰個胃黏膜咧就都有一個叫做自我修復嘅功能嘅，咁因為嗰度我哋個胃嗰度咧，其實嗰個血液係即係血液流動會比較多啦，咁就嗰個胃黏膜嘅細胞即係磨損嘅同時，咁我哋個胃都識即係製造翻一啲新嘅細胞去保護翻我哋個胃嘅。咁啊，如果你話係食太多止痛藥，即係睇下會唔會即係減少啲食呢啲止痛藥啦。咁如果話真係好痛，真係要食嘅話，咁啊真係可以同醫生講你嘅情況啦。咁醫生有機會會開一啲頭先講到叫做選擇性嘅 course 嘅消炎止痛藥，咁佢就即係有呢一個消炎嘅效果嘅同時咧，佢都唔會對於腸胃有咁多副作用嘅。好嘅，唔該晒你。咁另外就有阿偉嘅問題啊。請問當中有醫生建議阿莫西林同克拉霉素嘅劑量每天各2千mg較為宜，你覺得如何？都要睇翻佢個狀況啊，其實都係，不過佢呢一隻藥咧，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嘅首選嘅幽門螺旋菌感染嘅治療啦。咁即係一般嚟講，醫生如果係處理啲幽門螺旋菌感染嘅話，咁佢第一線首選嘅治療其實就係每日2次嘅阿莫西林啦，每日2次嘅克拉霉素啦，加一隻質子泵抑制劑嘅。咁啊通常即係大部分病人都會食呢一個組合嘅治療都會有效啦。咁但係如果係有啲抗藥性嘅病人，咁啊呢啲藥冇用嘅話，咁醫生就有機會幫你即係轉其他嘅，即係散滅幽門螺旋菌感染嘅療程嘅。好嘅，係。胃鏡檢查會 check 埋十二指腸啦，大腸檢查 check 到幽門螺旋菌啦，使唔使每年幽門螺旋菌檢查一次？呢個部分會唔會都屬於我哋即係醫生嘅部分會比較多啊？即係都會有嘅，咁不過都可以達到少少啦。咁係啦，咁啊幽門螺旋菌個檢查咧，咁啊包括就有啲呼氣測試啦、糞便測試、血液測試或者即係內窺鏡檢查，其實都即係都有效可以
到幽門螺旋菌嘅。嗯，咁啊，使唔使每年檢查一次咧？咁啊，又都好睇唔同病人嘅。咁有啲病人佢係即係譬如佢係長期即係經常都會有胃潰瘍即係高風險嘅病人，咁醫生即係有機會叫佢即係檢查得密啲。咁但係如果普通人嘅話，就其實如果話冇咩唔舒服嘅話，咁就即係都冇特別話需要每年檢查嘅。我哋都既然有朋友仔都關心一啲大腸檢查，我哋之前都有請阿黃家輝醫生嚟講過，咁我哋都俾翻之前我哋有分享過一啲有用嘅資料，例如我哋有大腸西鏡檢查嘅一啲網頁啦，咁一陣間我哋都會擺翻喺嗰個問卷嗰度，大家都可以撳嚟睇下啦，咁相關嘅資訊都可以喺嗰度睇到，如果有問題可以打翻俾我哋呢邊去查詢都得嘅咁樣。咁另外 Sylvia 嗰個即係胃灼熱同胃潰瘍係咪都有關係咧？胃灼熱都係即係胃潰瘍嘅即係其中一個症狀，即係有機會胃潰瘍嘅病人佢會覺得上腹嗰個位痛啦，咁呢個痛都係即係有機會係啲灼熱嘅痛。好嘅，麻煩咗你。咁另外頭先阿偉嗰度佢都有追問喺最底嘅留言板嗰度，佢會問下2000 mg 係咪算多咧？以上提及嘅兩隻藥每天食2000 mg 會唔會都太多？喺呢個情況底下，其實會唔會建議翻阿偉都去睇翻醫生睇翻個情況，去衡量翻個藥量係咪都會比較好啲啊？係咁啊，即係都即係雖然係每隻藥即係有個標準嘅劑量啦，咁但係醫生有機會根據你嗰個腎功能啊、肝功能等等去調整個劑量嘅。係。另外檢查腸胃鏡後2星期都經常放屁，係咪都係正常嘅咧？嗯，呢個可能我就唔係太過清楚，即係佢係即係可能嗯，誒都係要醫生夾翻會好啲啊。係啦係啦。係啊，係，咁所以係啊，唔好介意，因為我哋今日請嘅嘉賓係藥劑師啦，咁所以可能有關腸胃鏡嘅部分就真可以揾翻胃鏡嘅醫生去問翻會好啲嘅。咁我哋即係知道有朋友仔都係胃發炎點治療呢啲，其實我都建議大家都真係去問翻醫生先，因為發炎有好多個因素啦，所以見諒我哋可能有一啲部分咧未必可以完全答到大家嘅咁樣咯，係。咁另外，最後我哋收到治幽門嘅藥係邊一啲？會唔會都仲想有啲補充？Crystal 係，你最唔該你。咁樣治療幽門螺旋菌感染嘅話就即係最標準嘅療法就會用2至3種嘅抗生素加一種嘅質子泵抑制劑。咁啊呢度有啲即係常見醫生可能會開嘅抗生素嘅。係，好嘅，唔該你。好，咁不如我哋都睇下現場觀眾仲有冇啲想開咪發問啦。我哋都俾啲空間佢哋，因為太多長者中心嘅朋友仔，佢哋都喺度聽緊嘅。係啊，大家都不妨向你哋嘅社工同事舉手啊。咁我哋睇下梁藥劑師去幫手，去再係啦答翻大家問題咁樣啦。咁你哋我想問下啲嘢得唔得啊？好啊，請講係。我咧就冇話係發現有幽門菌嘅，但係咧我就做身體檢查咧，最近咧就係話有幽門螺旋菌嘅抗體喎，咁樣係咪即係話咧有時唔需要食藥，有幽門螺旋菌都可能產生抗體咧？咁啊因為幽門螺旋菌頭先講到，其實就喺香港嚟講，咁就每2個人就有1個人其實都有呢個幽門螺旋菌感染。咁啊佢就即係唔係個個人感染都會有症狀嘅，咁啊有機會即係嗰個即係潛伏期都會好長啦。咁就所以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有機會係有幽門螺旋菌咁，但係就即係未必會有一啲胃炎嘅症狀出現。
都係正常嘅。係，希望答到你嘅問題啊。即唔該。係話唔使食藥咧，都可以係有抗體嘅，身體有機會係咪咧？嗯，因為即係食藥咧，就係即係增加個抗體，即係食藥係嗰啲抗生素係攞嚟即係殺滅個細菌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殺滅嘅細菌，但係未必一定有抗體嘅嗬。即係冇嗰種菌啫。即係即係我就奇怪，我即係冇呢個症狀啦嚇，或者有時試過係胃痛嘅，咁我就唔知啦嚇。我又有食益生菌啊成咁樣，我都唔知咩啦。咁即係話總之唔知道啦，亦都係身體檢查嗰陣時先至發現，乜有幽門螺旋菌嘅抗體，咁係咪即係話我曾經有個幽門螺旋菌咧？咁樣即係好大機會係啦，應該係咪啊？咁係你講啱，食藥係殺嗰啲菌啫，唔係有抗體，抗體係自己身體產生嘅。好啊，唔該你啊。你唔該，我想問一問㗎。係 Jackie 你好。係你好，因為我想問下咧，如果我成日咧都會有胃酸倒流啦，咁同埋我試過有幾次咧，就係話，譬如我食咗嘢之後，隔咗4、5個鐘頭，正路應該啲嘢都消化得七七八八啦，但我反而就喺嗰段時間先至嘔咯。咁同埋我成日都會肚屙肚瀉咯。咁我想問下，我需唔需要 check 有冇幽門螺旋菌？同埋咧係咪好似頭先你哋咁講咁簡單嘅啫，就唔使好似照胃鏡咁插落去咯。同埋最後一個問題，我就想問下，如果用公筷咧，可唔可以預防傳染到幽門螺旋菌㗎？唔該。好，唔該你。好咁首先就講咗用公筷可唔可以預防到幽門螺旋菌先啦。因為就幽門螺旋菌就嗰個傳播就係通常口或者口糞嘅傳播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同台食飯嘅人你都有幽門螺旋菌嘅話，咁如果你即係用公筷食嘅話，咁樣呢個就即係當然可以減低到即係感染嘅風險嘅。咁頭先有第二個問題就係講話幽門螺旋菌嗰個檢查係咪即係咁簡單，唔需要做即係腸鏡就即係都可以檢查到。咁其實就都係嘅，因為而家其實係有啲呼氣測試啦，就即係其實唔使做一啲叫做侵入性嘅檢查。因為佢嗰個呼氣測試其實係你食咗啲藥之後，咁你如果嗰個胃裡面有啲細菌，咁佢哋會即係會有啲化學作用啦，咁你呼出嚟嘅氣咧，咁就可以即係檢測到有冇呢隻菌㗎啦。咁嗰個準確度都高嘅，所以就即係即係有機會都未必需要做腸胃鏡。但係如果即係有時醫生可能即係懷疑你有其他即係未必淨係幽門螺旋菌，譬如有時佢想即係可能要切啲抽啲組織出嚟化驗，咁都有機會要即係做翻個腸胃鏡檢嘅。唔該晒你。我想請問藥劑係咪？咁你頭先話可以有幾種嘅方法啦。咁最即係如果係最準啊，係用咩方法咧？即係可以發現幽門螺旋菌係抽血啊，抑或係嗰吹氣啊，抑或係嗰個照胃鏡抽組織啊咁樣。即係1、2、3邊一種係最咩？其實因為佢哋呢4種嗰個準確度都高嘅。咁就冇話特定邊一隻比較高咁。係即係都高嘅。好啊，唔該你。好，咁另外我哋得答埋阿令兒啊，喺呢個留言板嗰度就問胃氣多可以點樣處理咧？咁佢背景就係測試咗，其實佢都冇幽門螺旋菌，即係純粹想問胃氣多係點處理咧？好多咁即係首先即係生活習慣方面啦，即係食嘢，因為胃氣多有機會係你食嘢嘅時候都食咗
食咗好多氣落肚啦，咁啊，如果成日即係慢啲食啊，即食嘢嘅時候唔講嘢啊等等，咁啊，如果係即係藥物治療方面啦，咁啊，其實都有一啲即係化胃氣嘅藥嘅，咁啊就就可以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都可以嘅。咁啊，化胃氣藥咁啊，通常都有啲係即係非醫生處方嘅藥，咁啊有機會喺出邊藥都可以。即係胃仙 A 啊、胃仙 C 啊嗰啲，其實都有幫助啊，嗬。係啦。見你點啊？第一好唔舒服啊，我買呢個胃仙乜先咁樣，咁都可能幫到手嘅，呢個係咪啊？嗯。好啊，唔該你，係啦，咁係啦，阿偉嗰條就問緊直腸藥教副廠藥好，我諗呢個都係比較難答你嘅呢個位，係啦，即係同埋你都需要知道即係係啦嗰個特定嘅狀況係點樣啦，咁樣係都見到好多問題，我哋都仲有少少時間啊，Crystal，不如我哋答埋 Linda 呢個位好唔好啊？胃門螺旋菌初步由血液驗出，體檢中心建議 test 嘅過程就用口吹氣袋加吞一粒胃藥，再第二次吹氣袋，咁樣嘅方法去 test 咧，係咪都準確測試出患幽門螺旋菌咁樣嘅？嗯，其實都係咪都會都 check 得到啊？呢個位係。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嗰個呼氣層次，係咯，係啦，都 check 到嘅。咁樣咯。好，多謝大家嘅問題，亦都多謝梁藥劑師佢今日幫我哋講一個咁好嘅講座啊。咁我見到大家應該冇其他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賣一賣廣告啊。我哋嚟緊咧又會有一啲講座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㗎，用翻同一個連結就已經可以㗎啦。咁我哋喺7月24號，試下有啲叻，應該就係等啊。我再試多一次，我哋7月24號咧就會有一個中醫嘅講座，應該就係㗎。咁就歡迎大家翻同一個連結啦，嚟聽翻啦。咁另外我哋屯門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咧，喺7月25號都會講下一啲細路仔發燒啊、抽筋嘅情況可以點樣處理咧。咁歡迎大家。另外咧，我哋8月7號就會講下中風後飲食需知，我哋嘅營養師去講翻嘅。歡迎大家繼續俾意見我哋啦，亦都多謝梁藥劑師今日咧幫我哋講呢個咁精彩嘅講座。咁我哋期待下次再見大家，多謝晒各位參加。好，多謝 Crystal，我哋下次再見。拜多謝拜。晒，拜拜。係。